我一向咧都覺得我自己嘅身體好健康，點知原來係咁大件事嘅。好彩今次有地區康健中心幫手，早啲發現，早啲治療。咁有一日喺屋企，我睇到電視有呢個慢病共治先導計劃，咁我覺得好適合佢喎，咁啊幫佢預約咗嚟康健中心呢度做一次篩查，咁驗出嚟個結果呢，原來佢係有些少血壓高啦，佢嗰個蛋白尿都有少少問題。病人會由計劃中嘅家庭醫生全面跟進，俾咗共付額，藥物都包嘅。如果有需要做額外嘅病理化驗，都係俾幾十至到百幾蚊。臨床複雜嘅個案，有需要都會安排病人到醫管局接受內科專科諮詢。見完專科，俾咗意見，蛋白尿個問題唔係太大。屯門醫院嗰度咧就轉介翻去俾家庭醫生嗰度繼續跟進。早啲篩查，早啲治療，仲可以使用醫療券添。我已經介紹咗好多身邊合資格嘅朋友，希望多啲人知道咁好嘅計劃，幫到自己，幫到大家。